又係我四眼哥哥去睇屋啦。咁咧見到呢個 channel 咧，記得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四眼哥哥去睇屋。咁我而家咧喺加州花園呢一間屋，點解要做一個拍攝咧？簡單講3個要素。第一，成條街咧極低密度，得8間屋嘅啫。第二，呢一間屋咧係一間單邊屋，龍頭位大花園。第三，配合住成間屋一個骨子嘅裝修咧，即買即住。好啦，而家我哋去邊？成條街咧只有8間屋，咁而家我哋睇嘅呢一間咧就係正獨立位單邊呢一間花園。咁佢特別之處咧，除咗前庭位稍為加深咗少少之外咧，另外咧佢亦都有一個單邊嘅 side garden， 可以喺唔使入屋嘅情況下咧，通過呢個 side garden 就入翻去自己屋個私人花園啦。成個花園咧715尺大，最正嘅地方咧，隔離因為佢係單邊咧，另外亦都附設翻一個公眾花園嘅。咁公眾花園咧，四眼哥哥幫大家睇過，係冇啲咩厭惡性嘅物品擺咗喺度嘅，即使冇回收箱啦，亦都冇變壓站嘅，成個環境咧相當之唔錯嘅。咁而家我哋上樓睇啦，喂！客廳面積咧around300尺，配合住一個4米半嘅超高樓底，空間感咧非常之大。四眼哥哥喺度跳咧都完全冇問題嘅。因為樓底夠高咧，業主特意亦都喺呢度咧做咗一個空中嘅閣樓，空中 attic。嚟到食飯廚房個地方咧，咁必須要同大家講一講咧，客飯廳整體非常之分明嘅。樓下咧超高樓底客廳啦，剛才睇過。咁而家我身處呢個位咧就係一個飯廳，鏡頭影住呢一個簡單一個洗手間。咁廚房呢一邊咧，好多朋友可能又會話，我又想要開放式廚房，又想要緊廚房，呢個矛盾位咧點樣兼顧咧？住 house 其實就好容易解決到嘅。嗱，我哋望住呢一個畫面咧。你見到係一個好明顯一個半開放式廚房嘅設計啦，咁但係你可以喺一啲裝修上面咧，簡單可能整一對玻璃趟門，或者直頭咧整翻個門框，已經可以變翻咗一個緊廚房噶啦。咁同大家提一提，嗱 Miele 嘅 Steamer， 同樣 Miele 品牌嘅焗爐配備埋俾你嘅。咁亦都係要講咧一個 U 字型好大嘅工作台面櫃位啦。咁亦都業主咧特登將本身個窗框咧擴闊咗，就因為要攞呢一間單邊個景觀開闊程度，就係平時喺度煮餸咧，亦都可以望咗一個非常之唔錯嘅景觀。嚟到主人套房部分咧，業主加裝咗一對趟門咧，隱藏洗手間，咁令到洗手間咧喺視覺效果上咧冇咁突兀嘅。同時，趟門嘅旁邊咧，亦都加裝咗一個推拉門。咁呢一個推拉門咧，一彈出行翻出去露台咧，認真心曠神怡啊！所有睡房咧都係四四方方，喺擺放家私起上嚟咧，亦都係非常之容易可以安排到嘅。咁呢一間客房1咧，附設翻一個小露台啦。至於客房2咧，比起客房1就多咗一個內嵌嘅衣櫃位，衣櫃位嘅旁邊咧就係呢一層嘅浴室洗手間。畫面上細房2嘅衣櫃位咧，我哋可以喺呢度開一個門框，做一個門直接通去隔離嘅洗手間啦。然後我哋出到嚟走廊位置，可以喺呢一個原有嘅浴室門呢度加封翻一個牆壁，然後就將2間客房打通，就變為一間極大嘅 L 型套房啦。嚟到天台部分呢，咁個人會將天台咧分為一個叫做矮天台，一個叫做高天台。畫面呢就係矮天台，咁矮天台咧擺放咗一個作屋之後咧，仍然空間相當之大嘅。上到嚟高天台咧，佢個面積比矮天台咧就更加闊、更加深嘅。咁最正嘅地方，大家望一望啦。我特登 show 埋俾大家睇，係北望神州，可以享有深圳夜景嘅。嚟到片尾部分咧，最後呼籲記得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四眼哥哥去睇屋啦。咁咧亦都期待咧下次喺錦繡花園商場咧可以同大家見面。咁大家咧可以喺我身後邊美聯物業揾我四眼哥哥。咁好簡單嘅啫，個位萬寧嘅隔離啦，牛奶冰室嘅隔離。期待下次與你相遇啦〜